平大长，允许他们一起长大，什么事情一起来共享？这是马太福音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比喻，上帝国的比喻里面7个的第2个天国的比喻里面的第2个也是对着大家讲的，这也是少数几个比喻耶稣自己有解释的我就不会解释太多好多咱的诗会有念过经文了有关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迄麦跟皮的比喻来，各位天龙国人，这一下这稻子麦那个其实我们台湾人比较少看到这个啦。台湾有种麦有咱的迄个姚伦，我们的面包师他都用台湾种的麦这是麦啊，看清楚一点它有麦芒边仔有尖尖这好。那今日的另外一个主角是什么？这叫做皮好，没有关系，它叫稗子它是稗子皮好近一点看，长这个样子有形不？来，放在一起，这个麦跟这个稗子有形不啦？根本不像，差真多到底怎么回事？这是翻译的问题。好，来，天龙国们，再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麦子，是稗子没形，一点都不像。这个是什么？台湾人看到这个就知道了这稻是不？稻啊，安怎讲？稻无稻是啥？没有人讲稻稻子近一点看，好，你哪把稻子跟稗子放在一起，你就会觉得比较像。这是翻译的问题，什么意思？就是当初在翻给圣经的时阵没有人知道耶稣讲的那个所谓的毒麦，有毒的麦子是什么东西所以他把它翻成什么？稗子因为种田的人知道稗子长得很像稻子，然后稗子也会抢土地的养分，可是它不会结什么？没结果子，通常被拿来当饲料用这是稗子比毒麦好的地方，毒麦还不能当饲料，毒麦是有毒的所以这是稗子，是稻子，其实他们两个比较像。可是，在翻译的时候，因为那中国的南部的人不晓得什么叫做毒麦，有毒的麦所以就翻成稗子，这是翻译上的难题啦我记得我一个老师彭国伟老师，他是圣经公会的学者，他嘛常常爱出国世界去别个国家讨论圣经的翻译。他们就说他们去一个岛，要翻译圣经给那个岛的居民看，结果那个岛的人没有看过羊，那些岛书对面没羊啦，没羊这麻烦的呢。从旧约到新约，有没有讲很多羊？都是羊呢，怎么办？他们有猪，所以就翻成猪。基本上猪比羊聪明，你知道吗？没办法他们翻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也不晓得它的特性。可是他们养猪所以就翻成猪。这圣经翻译的难题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些天龙国人吃过饭，有没有看过稻子？有好，我们分得出来。那这个就找的图案，架饼 tears 那个是毒麦，左边
就是麦，就 wheat 哈，它是麦子哈。其实耶稣在讲的是这啦，好说有人撒了好种，就是麦子，伫田内面，到暗时啊时阵，伊的cứu赎来，他的仇敌来撒了什么？毒麦。种子的时候看无啦，等伊生出来，吐穗了，发芽啊，生出来了，他的仆人马上看出来说：“主人呐、啊，那边是毒麦呢，你不是也好种？”咱看家己耶稣的解说吼，伊讲，这个田就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败子是恶者之子吼。你讲的是人，若是也好种的是耶稣人子伊家己，若也迄个败子的是魔鬼吼。好，伊甲问讲，你唔是也好种伫田内面吗？你撒了是麦子怎么会生出这个什么稗子？好，耶稣讲啥？这是救赎所做的哈。各位兄弟，这停一下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跟上帝问这个问题呢。上帝，你创造一切都好的，那这些邪恶哪来的？是你创造的吗？有没有问过？我们会问上帝。这个遐歹的人是不是你创造的啦？这个歹人坏人，是不是你创造的？是哦，上帝创造的上帝安怎回答？上帝讲啥？这是救赎所做的，仇敌做的。不过我再往上面问，他就没有回答了哈。仇敌是哪来的？这卖讲，这个麻烦哈。好。这是救赎所做的哈。仆人就问他说：“你爱我去给它烤出来吗？”伊长出杂草了，大家干呐，烤好掉。这句话的意思，那的实际的情形，就会解释成：你需不需要我们去把这些什么歹人、邪恶的，把它怎么样毒起嘛，对不？因为耶稣后来自己的解释，那个稗子就是恶者之子嘛，歹囝啦。耶稣讲啥？主人讲什么话？唔通不要，恐惊你若烤这的杯连好的连那个麦子嘛呐，给背出来，拔出来也会一起伤到，有没有可能啊？因为伊下骹长在下面已经盘根错节，对不？你若要烤迄个杂草，会不会有可能把麦仔麻呐，给扭起来哈？所以主人的吩咐是讲，用阮这两丛平平大丛，然后当到上尾的时阵，结果子要收成的时阵，要收成的时候。把稗子怎么样？因为稗子不会结麦子，干呐，把规稗下规稗了，摕去烧。只有麦子，因为长了麦，可以收起来，放在我的册仓里面，可以收藏起来。所以亚寿一属什么时候处理？什么时阵要处理？到上尾。伊会处理，就是迄个当时唔通处理。好，我们要学习什么？首先要问一个问题：用阮因两个平平大丛，爱付出什么代价？这也是基督徒常常会感到困扰的。有错误的教导，有不好的异端，有一些。教导错误理论的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阵，耶稣意思是互因两个安那平平大丛哦，无即时要处理，没有现在就要处理它，那这样要付出什么代价？各位兄弟，回答我，这是问题呀，这是一个问号。你不现在处理，那代价是什么？
稗子跟麦子一起成长，你不爱去给它抠出来，啊，代价是什么回？你要付出什么代价？什么？收成可能会减少，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什么？你的空间、你的养分被那个稗子怎么样吸收啦？那你省，会不会算到这个？会呢。那这样为什么不要给它抠出来？各位同志，想想看，说会去伤到麦子，什么意思？会是伤到麦子？你那底比喻来宾，在比喻里面，你很可以了解，会伤到麦子的原因，就是你哪去烤下来杯啊，无怕省的，把那个梅啊也伤到了。可是实际的情形呢？实际的情形呢？好，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有一大堆我们基督徒看起来是猪头的，是邪恶的，他们有错误的教导。现在他们都说我是错误的教导，然后他们就想把它怎么样处理掉？那基督徒会想要把它处理掉呗？那基督徒最爱讲处理的，对不？你看教会历史有没有？我们就把那些异端怎么样处理掉嘛？把他们烧掉有没有？把女巫烧掉有没有？把不信的人都怎么样烧掉？把错误教导的更要怎么样烧掉？拢没在看圣经，耶稣说什么样？好因安呐，悲悲大长，是耶稣怪怪，为什么不把那些异端烧掉？各位在你想一下要付出的代价是你的空间、你的养分、你的水分，也可以有在杂草吸收掉，感觉上是很不好，对不对？可是咱思考一下，伫咱人伫世间的生命的成长，是倒一款较好啊？是，应该是高枕无忧还是安枕无忧？好啦，高枕无忧啊，无威胁的环境较好，啊是其实充满竞争、有威胁的环境较好？倒一款你会生较好啦？当然是没有威胁比较好，对不对？我们喜欢的拢无竞争，裕隆汽车有没有？政府保护，到进个无法度家己做车到底是要哪一种情况，你可以长得好？回去看这个比喻，这个主人的意思是什么？主人的意思背后，那个麦啊，生活在有竞争的环境下面啊，有竞争的环境内面啊。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你的养分、你的空间会受到压迫，会受到压缩，会减少。可是反而激发那个生命怎么样？抵抗恶劣的情况下，拼命的成长。我最近一直想减肥。然后就说要不要节食，吃较少的，干脆禁食卖价。结果看一篇文章写啥物话，伊讲人的身躯介厉害，你若枵的时阵他就开始储存脂肪起来，把你的能量储存起来，变成脂肪要收起来，怕以后怎么样？饿了没东西吃。所以你吃越少，你越饿，其实是越胖。看过文章以后我就放心的吃了其实文章袂当刚才看一篇啦即马理论介济好，不过我要讲的是，在迄个竞争的环境下面，那个植物反而它生得好到底是哪一种长得好？用阮这两行平平大长，好多是讲付出什么代价。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阮因平平大长是什么目的？你若从这个比喻看到的目的是不要伤到那个麦子，因为你甲烤的时阵会甲麦子嘛甲背出来。
不过放在实际的世界的时候来看的时候，永远因变变大张，那个目的是什么回？对这个天国之子来看，你旁边就是什么？很坏很坏的那个陈世豪牧师，不处理掉他，对我有什么好处？他都讲不对的啊，他都改圣经啊，他都篡改圣经，都不讲不照圣经教导。这款的爱干呐，烧死啊！可是主人又说不烧，我给烤起来，这样会让这个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到底有什么好处？各位看这，我们现在脱离比喻哦，实际情况，目的是什么回？各位看这，你有在思考啊，是在发呆？为什么这些邪恶之子卖个烤起来？这些奇怪的教派，没事骑脚踏车跑来跑去，这边拉人的那种怪怪的，还是都去你家敲门？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什么回？开把它敲起来了。你说我们就宗教自由啊？当然不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各位看这里。主人特别交代什么时阵处理，上尾也处理，所以他认不认为那些是不对的？他认为真的啊，那些是不对的。可是他不马上处理。各位看这，我有在思考，咱永远其实无下伫圣经的教示的人，搁伫遐存在，永远。无好的、歹的、做歹的，搁伫遐存在，对咱有啥物好处？各位兄弟，对咱有啥物好处？其实是咧培养咱啥物货？培养咱真正有耐心、温柔、甲愿望啊！去听候上尾的时阵，上帝家己要处理啊！毋是你基督徒，毋是你来处理，毋是你来压迫别人，不是基督徒你去压迫别人。你去禁止人家有什么权利，不是你。上帝说他会怎么样？他会处理啊，不是你来禁止人家结婚呐！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上尾要被讲诶，你应该有能力判断。请求这个仆人，他看到什么？不义的时阵，他就发现说，这个毒麦跟麦子是怎么样？不同款呢，他看得出来不一样。基督徒，我们要不要有这个能力能够判断？需不需要啦？我每次在说，这样讲不对哦，那个成功神学不对哦，我妈妈就骂我，你不要管人家啦，你不要去讲人家啦，你很讨厌呢。他说，后来妈妈讲的也没办法了我们要不要有能力判断？要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判断这个是麦子还是毒麦，这是对啊是不啊？咱要知影嘛。我来古亭6年，我一直跟咱的兄弟讲，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教导是怪怪的，我一直在讲。或许你不同意没有关系，你不同意无要紧。重点是要培养咱正兄弟姊妹有迄个判断的气力的能力，你要能够思考、判断的能力，因为你心里面要有数，这个是麦子还是毒麦？可是要不要处理它？要不要给它死？要不要买好年冬？咱家有农药专家新昌哥是农药专家那时候还没有好年冬。基督徒，我们要保有判断的能力，我们要常常亲近上帝的话语，爱熊读圣经。而且我最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不要按照圣经的字面去遵守圣经，唔通照以圣经的字的表面的意思去遵守圣经，一定会出问题的。你想想看，这些字句，这字这艺术是几千年前写的字句，我们翻译过来的字句也是一样。如果几千年的人看了觉得合理，你现在看的会不会合理？会合理才奇怪，一定会有很多你现在看起来是不合理的。就是说，那个字句表面的意思，它不可能几千年以后还传达一样的意思。你要抓的是那个字句底下的精神跟原则，精神跟原则，靠法度会当几千年了后，你还是抓住它的精神跟原则。你不能去被那个字面表面的意思去有限制，那是无法度，那一定出问题。好，第一项，基督徒你要有能力会当判断。第二项，基督徒你要保持你在竞争下面的生活，就是讲你要保持维持你是伫威胁下面的生活。各位兄弟，这不是我讲的，主要说基督要离开的时阵。要就天进前，要去受苦，要电视的进前，第约翰福音，耶稣基督安怎甲因学生讲？他怎么跟他的门徒讲的？他说：“你们在世上会有什么？会有喜乐，对不？哈，三位啦，你们在世上会有什么？会有 Costco。你到底在世上会有什么？苦难呢？耶稣讲：恁伫世上。”会有苦难，你会受到压迫。不过我想诉恁平安是这个世界无法度了解的。我们要保持在增进的环境下面生活，被压迫、受威胁的环境下生活，不要想躲。各位兄弟，你跑不掉的，不要想避免。你说怎么会呢？我都过得很好啊。基督徒在台湾有没有过得很好？有没有啦？你有因为你是基督徒过得不好吗？没有啊。台湾的基督徒好到一个程度，还可以去压迫别人呢，是不是？有人不准你聚会吗？各位弟兄姐妹，请你来聚会还不来嘞，对不对？有人不准你做礼拜吗？有没啦？有人不准你祷告吗？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就不让你升等或是加薪吗？会不会啦？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不给你结婚吗？没有啊。那就是出问题了啊！我过得那么好是出问题吗？因为咱无甲受苦的人徛做伙，咱若无甲受苦的人徛做伙，咱就袂去甲既得利益者、有权势者对敌。听懂我的意思吗？咱无甲受苦的人徛做伙，咱就袂去得失到迄个强势的人。我们没有得罪强势的人，你怎么会受苦？我们眼睁睁看受压迫者在那边受苦，咱无去帮忙，所以我们不会有问题的。会吃苦呗，会吃亏呗，都不会。各位兄弟，保持我们是在威胁、竞争的环境下面生活，这是一个介重要基督徒心内的准备。上尾，这个比喻在甲咱教的是基督徒，咱虽然有判断的能力。可是，咱有审判的权利不？我们有没有审判的权利？没有。可是，在台湾的处境，我们常常看到基督徒站起来咒诅别人，站起来说你们这些人要下地狱。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没有这个权利。反而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在提醒我们。
即便是我们看那一些是邪恶的，我们看那一些是不对的，我们看那一些是错误的，耶稣竟然讲啊呐，互因两个啊呐，平平大长，上要处理，各位兄弟，耶稣到尾到落尾也处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没呀，各位麦子，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到落尾得安呐，爱大长，爱结什么会？规矩嘛。我们是要被除在측称里面，那个仓储里面，我们是要被留下来的。我们不要变成我们是麦子，结果没有结麦子，反而跟稗子一起怎样？这会烧掉。各位兄弟，去审判不是我们的责任，去审判不是咱的责任。去让遐唔对的，咱认为唔对的人没有立身之地，没办法存在，迄不是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分别出来，我们分别出来，咱过合伫上帝心意的性命，我们分出来。这个时候就要回去耶稣第一个比喻了。耶稣第一个比喻是亚珍记的比喻会记几倍？有亚伫对，石头对面的，堑的土，前土上面的，还有什么？气配来源荆棘里面跟什么？好土。这个比喻一定要放在一起理解。第一个比喻，这个亚珍记的比喻里面，刚才几款经济，他没有去分辨好的坏的，他只分辨我们这些接受这个好种子的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土地。我们是那是按什么款的回应上帝的道，那是按怎回应的。可是这个第二比喻是告诉你，在上帝国，在天国里面是混杂的，这个世界是混杂的，有好的，也有什么不好的，有你认为是优秀的，也有很差劲恶劣的。有对你的信用来看是水是好的，嘛有一寡对你的信用来看是袂堪一的，是没有价值的。啊，不过上帝的意思是互因安那平平大长。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很可惜耶，那个养分会被他们怎么样抢走呢？各位看这里，教会属工嘛是安呢。有时候陈牧师说要做的事工，根本看起来很笨，有没有？好，看起来怎么样？坏，应该把它怎么样？干掉，对不对？我们要留什么？留好的事工，哪一种好的事工？哎，各位想这，你们要理我啊！对古亭教会，什么是好事工？没去开掉咱的钱的事工嘛，对不对？是不是啦？这就是好事工。好，像陈牧师来弄我被开钱，那就是什么事工？坏事工。我们把坏事工怎么样？砍掉，歹势呢？耶稣讲互因安那，平平大长。弟兄姐妹，我们很怕，基督徒很怕什么？很怕资源没有了。你知道意思不？我们很怕没资源。可是上帝明明讲安那，咱免烦恼资源，咱唔免烦恼空间，咱打拼努力，让自己大长就好啊！真的不用担心没有资源，也不用担心没有空间。弟兄姐妹们，相信上帝的恩典一定是足够的。还够给谁？还够给稗子成长嘞，是不是啊？哎，不要听了以后，他们说，哼，听你在乱讲哦。我要紧，咱来思考。我一直弟兄姐妹，
我以及望的就是咱会当有判断的能力，我们有判断的能力。那至于谁对谁错，有时候还真的没有办法那么早就怎么样看得出来。各位兄弟，一开始看无哦，撒的种子的时候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哦。然后不义的时阵，谁看得出来？专家看得出来。迄若叫咱去看，咱看有？咱嘛是看无。你们不相信哦？各位兄弟，你去看有无啦？看无啦。以前我们读农的呢，我是森林的呢。我们读森林的都要看到树就要讲出这是什么树